今日想同大家用15分鐘嘅時間，一齊去拆解一本好多人聽過，甚至睇過，但係未必真係完全消化到嘅經典《被討厭的勇氣》。好多時候，我哋喺香港呢個急速同高壓嘅城市生活，返工對住老闆同事，放工對住屋企人同朋友，每日都有處理唔完嘅人際關係。唔知你有冇試過咁嘅感覺？明明自己已經盡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想照顧晒身邊所有人嘅感受，但係轉個頭總係覺得好攰、好大壓力，甚至覺得無論點做都好似總有人會唔滿意。其實人際關係嘅煩惱，往往就係我哋呢一代香港人最大嘅精神壓力來源。今集我哋唔講深奧嘅大道理，用最貼地嘅廣東話，透過書入面阿德勒心理學嘅4大思考方式，直接切入核心，睇透人際關係嘅本質，幫你瞬間釋放一直壓抑喺心入面嘅沉重負擔。講起阿德勒心理學，好多人都會同弗洛伊德嘅原因論做個對比。弗洛伊德嘅觀點好似咩呢？好似話你今日之所以會變成咁，或者你依家喺人際關係上面遇到咁多障礙，全部都係因為你3歲定80，或者你過去童年時經歷過啲咩創傷，原生家庭有咩問題。呢種觀點叫做因果論，聽落好似好有道理，但係你細心諗深一層，如果我哋嘅現狀完全係由過去嘅經歷同創傷去決定嘅，咁我哋豈不是好無奈、好被動？過去嘅嘢已經過去咗，發生咗又冇得反轉頭，咁我哋咪唯有硬食？但係阿德勒心理學提出嘅係一個完全相反，而且極具顛覆性嘅觀點，叫做目的論。阿德勒認為，決定我哋人生嘅唔係過去嘅經驗，而係我哋自己賦予呢段經驗嘅意義。換句話講，我哋並唔係受過去嘅原因所牽引去做出依家嘅行為，而係為咗達成某個依家嘅目的而作出相應嘅行動。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好多人都會話，我之所以咁內向，係因為細個嗰陣俾人笑過、欺負過，所以依家面對人群同人際關係，我先會咁恐懼。如果用弗洛伊德嘅原因論去解釋，呢個係一個完美嘅因果關係，但係如果用阿德勒嘅目的論去睇，情況就完全唔同咗。你之所以會表現得內向或者逃避社交，其實係因為你有一個隱藏嘅目的，你驚面對社交風險，驚受傷，驚被人拒絕。所以你選擇咗用內向同逃避呢個方法嚟保護自己，唔使去面對失敗同人際上嘅挫折。呢個觀點一出嚟，好多人第一時間可能會覺得好難接受，甚至會覺得吓，咁咪即係話所有嘢都係我嘅錯，係我自願去逃避嘅？其實呢個正正係最精警嘅地方。當你明白到呢個世界上並冇因為過去而導致嘅必然結果，而一切都係出於你嘅目的同選擇嗰陣，你嘅心態就會發生一個翻天覆地嘅轉變。既然你嘅現狀係你選擇嘅，咁即係話只要你肯，你隨時可以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去生活。呢種由原因論轉向目的論嘅思考方式，就係我哋要講嘅第一大思考方式，擺脫過去嘅束縛，掌握當下嘅主導權。好多人成日將過去決定論掛喺嘴邊，30幾歲人仲喺度怨天尤人，覺得自己嘅童年唔好彩，或者以前嘅感情受過創傷，所以依家先至對人失去信任。但係你停低嚟諗一諗，如果你將你今日所有嘅唔開心，所有喺人際關係上面嘅撞板，全部歸咎於10幾年前，甚至20幾年前嘅事，咁你未來嘅30年、40年，係咪打算一直用過去嘅錯嚟懲罰自己？呢個絕對唔係一個聰明嘅生存之道。阿德勒嘅目的論話俾我哋知，你嘅過去一文不值。真正有價值嘅係你依家呢一刻打算點樣去過你嘅人生。當你開始接受呢個觀點，你就會發現原來過去嘅陰影對你嚟講只不過係你自己攞嚟做擋箭牌嘅借口咋。咁講啦，當你放低咗過去嘅包袱，準備好迎接人際關係嘅挑戰嗰陣，第二個迎面而擊嘅問題往往就係我哋點解總係咁在意其他人嘅眼光。呢個正正係第二大思考方式所要探討嘅核心，分離自己嘅課題，唔好幫人地過人生。香港地生活，面子真係好緊要。細個讀書嗰陣，阿爸阿媽會同隔籬屋嘅細路比成績，大個咗出嚟做嘢，同同學聚會又要比較邊個撈得掂，揸咩車，住邊區。我哋嘅生活好大程度都係為咗滿足其他人嘅期望而轉動。老實講，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你明明有一件好想做或者好想買嘅事，但係你第一時間考慮嘅唔係自己中唔中意，而係人哋會點睇我，人哋會唔會覺得我好奇怪、好自私或者好寒酸。阿德勒有一個極之震撼嘅觀念，叫做課題分離。咩叫課題分離？簡單嚟講，就係每一個人都喺度過緊自己嘅人生，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責任同界線。你要分清楚邊啲係你嘅課題，邊啲係其他人嘅課題。舉個好具體嘅例子，讀書係細路仔自己嘅事，
定係阿爸阿媽嘅事？好多家長見到個仔女溫書溫得慢，或者考試成績唔理想，就急到跳舞，日餓夜餓，甚至幫佢 plan 晒所有時間表，結果搞到親子關係極度緊張。喺阿德勒嘅眼光嚟講，讀唔讀書、吸收唔吸收，其實係細路自己嘅課題，而家長可以做嘅，只係喺細路有需要嘅時候提供支援，但係絕對冇權力，亦都冇可能去代替細路去讀書。如果你夾硬去干涉，將人哋嘅課題攬上身，你就會覺得好攰，而對方亦都會覺得好反感。套用到我哋大人嘅人際關係上面，道理完全一樣。我要點樣去表現自己，我要過點樣嘅生活，呢個係你嘅課題。至於其他人點樣去睇你，點樣去評價你，呢個係其他人嘅課題。老實講，人哋點樣去諗你，點樣去評論你，呢樣嘢係完全不受你控制嘅。就算你做得幾完美都好，呢個世界上總會有一班人係睇唔順眼你嘅。既然人哋嘅想法同評價係人哋嘅課題，你就算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討好佢哋，都係完全改變唔到人哋嘅諗法嘅。當你真正明白課題分離呢4隻字嘅真諦之後，你就會突然之間覺得成個人輕鬆晒。原來我哋以前之所以咁大壓力，係因為我哋成日想去控制那些根本控制唔到嘅嘢，就係其他人嘅腦袋同嘴巴。你管得住自己點樣講嘢，點樣做人，但你絕對管唔住人哋喺背後點樣議論你。當你學識咗呢個係人哋嘅事，由得佢啦，你嘅人生就會瞬間釋放出一種前所未有嘅自由感。當然，講到呢度，好多人可能會即刻跳出嚟質疑：喂，如果個個都只係顧自己嘅課題，理得人哋死活，咁個世界咪會變得好冷酷、好自私？人與人之間仲使做朋友、使維持關係咩？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關鍵嘅誤區，亦都係我哋要探討嘅第3大思考方式。建立橫向關係，唔好用縱向關係去批判人。阿德勒心理學絕對唔係叫你去自私自利、目中無人。恰恰相反，阿德勒非常強調人與人之間嘅連結，但係呢種連結必須建立喺橫向關係嘅基礎上面。咩叫縱向關係同橫向關係？喺我哋嘅社會入面，充斥住無數嘅縱向關係。咩係縱向關係？就係上下尊卑、高低優劣嘅關係。例如公司裏面嘅老細同下屬，學校入面嘅老師同學生，甚至乎係屋企入面嘅大家長同細路。喺呢種縱向關係裏面，往往伴隨着一種支配同被支配嘅動態。地位高嘅人會覺得自己有權力去指導、糾正，甚至批評地位低嘅人；而地位低嘅人就會學識咗順從、討好，或者用叛逆去反抗。好多香港嘅辦公室政治、家庭矛盾都係源於呢種縱向關係嘅毒害。老細覺得自己俾咗糧，下屬就應該全天候、隨時候命，唔可以有任何異議。父母覺得自己養大仔女，仔女就必須按照自己安排嘅軌跡去結婚生仔，有鐵飯碗。喺呢種關係入面，人同人之間根本冇真正嘅尊重可言，只有權力同控制嘅角力。相比之下，阿德勒所推崇嘅係橫向關係。橫向關係嘅核心就係平等的夥伴關係。雖然我哋喺社會上面嘅職位、年齡、經驗或者有唔同，但係作為人嚟講，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完全平等嘅。喺橫向關係入面，我哋唔會去評價其他人，唔會用做得好或者做得差呢種上下級嘅審判眼光去睇身邊嘅人，而是去用感謝同共鳴去代替。舉個例，當你喺公司嘅項目入面幫咗同事一個忙，用縱向關係嘅角度，老細或者主管可能會摸下你個頭話做得好，抵我，冇睇錯你。呢種係一種居高臨下嘅評價，但係如果用橫向關係嘅角度，同事或者朋友會真誠同你講，好多謝你啊，有你幫手真係掂好多，真係唔該晒你。聽落去嘅感覺係咪完全唔同呢？後者帶俾你嘅係一種真正被接納、被尊重嘅溫暖感，而呢種溫暖感正正係修復同深化人際關係嘅最強催化劑。學識咗建立橫向關係之後，我哋就要嚟到第4大思考方式，亦都係成本書嘅靈感來源。最震撼人心嘅核心精髓，活在當下，擁有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之所以叫被討厭的勇氣，絕對唔係叫你去撩交嗌，去特登做一啲乞人憎嘅嘢嚟惹人生氣。佢嘅真正含義係，當你為咗過自己想過嘅人生，當你堅持自己嘅原則同價值觀去生活嗰陣，如果有人因此而討厭你、不滿你，你係咪有一種就算被人討厭，我都無所謂嘅勇氣？好多時候，我哋之所以活得咁委曲求全，歸根究底就係因為我哋太過驚失去其他人的認同。我哋驚一旦自己拒絕咗人哋嘅要求，人哋就會疏遠我哋。我哋驚一旦自己表達咗真實嘅想法，就會被人標籤為難相處或者自私。於是，我哋選擇咗戴住厚厚嘅面具做人，討好所有人，最後卻唯獨弄掉咗最真實嘅自己。
但係你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去諗，如果你的人生需要透過討好所有人來換取存在感，咁你嘅人生仲係屬於你嘅咩？嗰個只不過係一個活在其他人期望入面嘅提線木偶啫嘛。阿德勒話俾我哋知，自由嘅代價就係被人討厭。當你開始實踐課題分離，當你唔再去幫人哋過人生，當你堅持建立平等嘅橫向關係嗰陣，必然會有一部分習慣咗利用你或者期待你順從嘅人，對你感到失望甚至憤怒。呢個係一個必然嘅過程，但係正正係因為呢種被討厭嘅風險，先至證明咗你真真正正在為自己而活。有句說話講得好好，你冇辦法阻止其他人點樣去討厭你，正如其他人冇辦法完全控制你嘅思想一樣。當你接受咗呢個殘酷，但係同時極之解放嘅事實之後，你就會發現原來人生可以過得咁輕省。你唔需要再花時間去猜到老細琴日望住你嗰個眼神係咩意思，你唔需要再為咗朋友嘅聚會而勉強自己去做一啲自己完全冇興趣嘅社交，你更加唔需要為咗滿足屋企人嘅期待而去做一項自己完全討厭嘅工作。你嘅人生只有喺你勇敢踏出第一步，願意承擔被討厭嘅風險嗰一刻開始，先至真正屬於你自己。總結返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入面嘅4大思考方式。第一，由原因論轉向目的論，擺脫過去創傷嘅束縛，掌握當下嘅主導權。第二，學識課題分離，分清楚自己同其他人嘅界線，唔好再幫人哋過人生，亦都唔好妄想去控制人哋嘅想法。第三，建立平等的橫向關係，用互相尊重、感謝同共鳴去取代高高在上嘅評價同支配。第四，擁有被討厭的勇氣，為自己真正想過的人生勇敢負起責任。就算被人討厭，亦都毫無畏懼。香港嘅生活節奏雖然快，壓力雖然大，但係我哋嘅心靈究竟要裝載幾多重量？其實主導權一直都握喺我哋自己手上面。希望今集嘅內容能夠幫大家喺煩囂嘅日常入面到一絲透氣嘅空間，瞬間釋放壓力。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啟發，記得俾個心心，留個言話我知，你最有共鳴係邊一點？仲有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我哋落集再見。